来看北部出现今年头一波天狗日的疫情，疾管署公布新增加3例本土天狗日的病例，拢伫新北市。新店的新河里有2例，中和的新南里有1例。这3例拢捌去过三界庙跟天山公园。疾管署嘛已经要求中和、新南里、金南里，佮有新店的新河里，这3个里哦拢是高风险区，社区爱设体检站来提悬警戒，一直到10月底为止。 卫生所的人员透早就伫新店新河里的活动中心设置体检站，有不少居民专工请假去做抽血检查，都惊去为着天狗日，家己唔知影，因为徛喺附近出现天狗日的病例，来检查一下会较安心。他有贴那个公告，然后就是通知我们来做筛检。你只要通知，担心就过来啊，这样大家都好。疾管署23公布新北市新增加3个天狗日的病例。 这嘛是今年北部头一件本土天狗日群聚的感染。这3个个案有2个住伫新店区的新河里，1个住伫中和区的新南里。药调发现讲，因到9月19花莲本土天狗日的个案，拢有去过三界庙甲天山公园，怀疑是同一件群聚感染。特别注意的是，这4个感染者验出来拢是第2型天狗日的病毒。 致死率比第1型要更较高。比较特别的是，有2位都有出现腹泻的症状，甚至有1位年纪比较大的，还有出现恶心呕吐的这个情形哈。那经过检验来讲，这3位都是属于登革热第2型哦，所以比较容易会有一些非典型的症状。疾管署强调讲，新北市中和区新南里附近的景南里，也有新店区新河里，这3个里分列做是高风险区，有设立社区的体检站，让有症状的民众会当去做检查。 警戒时间到10月底为止。另外嘛，针对三界庙到天山公园往回路人采警时的公告，提醒民众若出入的时阵，都要加强防范的措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